大家好，我哋係日翠玉器，我哋只賣天然緬甸 A 玉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下個玻璃種玉觀音，觀音娘娘面相慈祥，嗱手揸寶瓶，玻璃種嘅感覺，反轉個底平做返平底，見到面相。我試下擺個公司 logo 牌啊，睇下透視放大鏡一樣。同埋個尺寸俾大家睇，長度34，闊度15。厚度4.6，一個好舒服嘅觀音娘娘，透手。好，今日嘅視頻就去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係日翠玉器。